嘟嘟嘟嘟，创啥创啥？无输，这把输。你这样安尼哈，哈我安怎？你哪会甲唱出来？安尼大家就知影啊。知影啥？知影今仔的来宾是谁啊？哪有？那无？因有足侪主持人呢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计话莫讲啊，无秘密啦，赶紧开始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语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哦，咱的听众愈来愈厉害，真够问问题呢。赶紧来欢迎今仔日的来宾。咱请来宾小可介绍你家己讲好。当然嘛好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厝婷，无事坐巴士的厝婷，跳起来，摇诶摇诶。阮遮休息袂使跳舞啦。哦，对，迄距离安全的距离爱保持的。哦，你讲要？我当然介绍啊，我甲你讲安尼尔嘿。若想要搁较了解厝婷，咱就继续甲听落去。刷落来，咱即摆来问听众写的问题。请问厝婷，你录影的清查是你家己决定的，还是讲你有赞助商，或者是有造型师会替你准备咧？阮即个节目单位吼，老实讲啦，是一个小单位。我嘛足希望我有迄大名星的迄个规格啊，吼，会有造型师啊，吼，有 stylist 啊，甲我创头妆，甲我化妆，但是拢无。无对，阮所有吼，阮的造型吼，包括着阮的头妆吼，要安怎 set 吼，啊个阮的妆要安怎画吼，今仔日要画吼青色的，要画蓝色的吼，还是即个吼胭脂要抹较红啥，这拢阮家己创的。啥物遮厉害，拢家己创的？嘿啊，有当时啊无说你可能会画甲凸出去，变做那如花的有无？对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除了讲阮的一寡化妆啊，啊，搁头妆是家己弄的以外，吼，啊，阮的服装嘛是家己，阮的穿插嘛是家己配的。家己配？对啊。安尼敢有需要另外去买衫？哦。讲到这吼，嘛是爱感恩啦，吼，阮的制作人有帮阮争取到小可的经费啦，吼，就是每一季吼，阮有淡薄仔经费，用去买几领衫。啊，其实即个买衫吼，嘛是为学问的哦。啥物学问？像吼，有当时啊，阮毋是讲连续翕，吼，比如讲，阮节目有分4段对无？吼 ，A、B、C、D 安尼，啊，有可能吼，今仔日吼要翕 A。啊嘛爱翕 C， 吼啊，就是讲我一工就爱有2束衫对无？但是呢，像即款的天气，吼，阮出去翕外景，迄流汗会弄垃圾去，所以衫就会臭酸，吼，衫嘛会弄较无好看，撩啦，是弄互迄个垃圾去，所以阮咧买衫吼，这买衫毋若是讲吼爱买水适合家己的，另外就是阮爱加买贵尔。吼，像进前我为着要翕外景去买衫，啊，我若感觉真领袂歹，我就会甲迄卖衫的小姐讲，歹势啦，我即款的吼，我要3领。啊，伊就想讲，要3领，你是毋是要挂回去卖哈？我毋是啦，我有需要啦。吼，就是讲，阮咧准备外景的衫的时阵吼，除了讲迄个造型爱适合咱家己以外，若是即领衫有合身，阮就会加买贵尔安尼。哦，啊，毋着好佳在你的衫看起来诚好买，啊，若像阮这爱买迄特别大领哦，安尼着歹瞧。免烦恼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即马吼足侪衫吼，伊的 size 做了足侪啦，吼，对，即马好买。啊，你无要紧啦，你也毋免出外景啊，讲你咧办公室清者，凊彩清就好啊啦。哦，多谢你哦，啊无你紧问后一个问题。后一个问题是，若是你会当决定行程，你是毋是上爱为头食到尾的路线？敢捌为着画面好看，一项食物食几粒遍，落甲水水的才满意？若讲到食的物件，我相信
无人无介意的，对无？对嘛嘿吼啊嘿啊，大家即摆顶头那个咧，嘿啦。其实安尼讲啦，好食的物件吼是大家拢爱的啦，吼啊。其实阮若是翕外景拄啊好吼，有拄着当地有啥物美食。好食的在地的物件，阮绝对都袂甲伊错过的吼，袂讲啊无看的无，绝对爱甲伊食着。咱吼行到都爱食哦到，安尼就对啊。所以讲吼，若是翕节目吼，足好运的，阮有去食着当地好食的物件，我嘛足欢喜的啊。啊，但是吼，老实讲啦，因为咱无节目是无输坐巴士啦，啊，毋是无输一直食啦，所以讲吼，迄。阮无输坐巴士的行程，就那甲平常时咱咧出去佚佗的行程是相像的，吼，毋是讲一直食就好哦。咱嘛是爱配一寡无共款的风景，吼，也是去找一寡较特别的人，吼，较特别的人物，吼，也是找咱的朋友去听一寡故事。我相信安尼的行程，无论是伫咧节目面顶，吼，也是讲平常时咱要出去佚佗，安尼安排应该是大家较介意，吼，嘛较感觉讲较接近大家人的生活迄个感觉，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你头先有讲着爱录几啊遍是无？录甲水水才满意是无？嘿，其实。老实讲啦，我即个人吼是袂讲吼，感觉讲我一定爱水水才会当见人的啦。因为本地我生做圆的扁的吼，迄画面上看了拢清清楚楚啦。本地就足水的啊，你免特别录啦。哦，多谢啦。啊，主要就是讲吼，录即个食的物件的时阵啊，为虾米要录几啊遍吼？主要是阮的导演，阮的摄影师吼，伊要摄无共的角度。吼，除非是安尼才会录几啊遍，鸡卵糕好啊，吼，一个水水的鸡卵糕有4个角，对无？啊，有可能我即马甲东北边的迄个角乌一地条啊，对无？啊，伊翕着啊。啊，另外伊搁要翕一个啊，咱咧讲特写嘛，吼。啊，所以伊就讲啊，即马吼东北边迄个角乌掉啊嘛，即马西南角迄个角度搁乌一遍，安尼就搁翕第二遍啊嘛。吼啊，另外就搁爱录我食安怎我的心情啥，可能真正有可能一份物件，我有可能爱食2份的夜。所以就是为虾米咱咧录食的时阵吼，无法度讲一工拢录食的啦，因为我是真正有食的。哦，我毋是讲食一喙就无食迄款的，所以定定拢食甲足饱的。哦，啊，毋就好佳在厝庭做认真诶，若无，我惊讲有人因为爱食怎一直伫遐加 NG， 啊，一直食。这是一个好方法，会用加食哦。你当做大家拢甲伊共款哦。我袂讲。好啦，安尼刷落来后一个问题，换你问。请问厝庭，你伫咧室外录影的季节啊，若是讲会当互你选择啊，是你会选足寒的寒人，还是足热的热人？你会拣倒一个？是安怎会拣一个？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。安怎讲咧？吼，我其实因讲我拢毋免考虑啦，我直接选足寒的迄个寒天是上介好。安尼哦，是安怎咧？因为吼，我个人吼，毋知大家有发现着无？我的颔仔棍特别长。敢有？有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细汉的时阵啊，吼，我伫咧差不多读国中、高中的时阵啊，我同学拢叫我长颔鹿、麒麟鹿的。对啊。因是阮倒你水啦。哈？因是阮倒你水。无啦，我因为想讲，就看着安尼一个安尼颔仔棍长长安尼伫遐看东看西安尼吼，嘛因为安尼啊，所以讲吼，老实讲啦，我个人是感觉讲吼，我下迄盘棍会较好看啦。哦，嘿啦，像阮这无颔棍的，你都袂使下啦。你嘛袂使来讲我。你走，莫吵，大家拢会使下的啦，嘿。其实我嘛感觉寒天较好呢，因为你看寒的时阵你穿衫就会使，但是你热你也袂使脱光光啊。对。若讲到这热天出外景啊，其实对阮出外景的人来讲哦，热天真正敢若迄地角的啦，会用讲是18度的呢，足热的。是安怎讲？因为阮伫外口拢是晒日头。迄日头我无法度甲伊参详讲，歹势啦，日头你较羞的啦，无即个代志。而且迄整个阳气呢。
嘿啊，我定定拢嘛咧土石流啊，迄水土安尼一直放，后头啊一直补。啊，其实咱查某囡仔的皮肤就是安尼，你一直补，伊会增加咱皮肤的负担。哪像空阿妈头共款。对啊，啊，愈空敢会愈水？其实无呢。你看，你若是伫现场看到我本人，你会这是啥人啊？嘿，啊，这是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对咱查某囡仔的皮肤是足伤的。嘿，所以讲，其实热天吼出外景，我是感觉真正足辛苦，特别辛苦吼。主要就是讲吼，即马吼地球暖化吼，所以讲吼，这气温愈来愈悬吼，愈穿愈悬。安尼我搁要。无说你要讲一下我的年纪啊啦，十几冬前我咧出外景的时阵，迄当阵咱上热差不多是32度左右，咱就讲足热啊。但是即马阮出外景，动不动就几度36度对无？嘿哦，嘿啊，惊死人的迄个热度呢吼，啊而且吼，等下，你讲你出外景遮久啊，所以安尼你主持毋着足久啊，是偌久？我算一个，真正算一个，我主持差不多14档左右啦。哦，到8节会咧。你搁咧乱啊啦！歹势，继续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你讲寒天啦、热天出外景，其实寒天出外景有寒天出外景的好处甲歹处，热天嘛是啊，但是比起来，我个人嘛是较爱寒天啦吼。除了讲我会用个较水以外吼，迄妆吼会用个较保持以外，我感觉吼寒都若亲像头拄仔主持人讲的，我会用晒衫嘛，对无？啊，热天我无可能烫光光嘛，对无？好，结论就是，大家拢爱寒天啦。白变换你问啦。哦，娃娃好哦。黑变，创啥啦？我讲比你较无啦，咱时间到啊啦，安尼要安怎？时间到啊，吼。嘿啦，安尼，大家再会。再会哦。无咯，差一点仔互你牵去，袂当安尼凊彩。哦，好啦，咱呢听众朋友啊，咱后壁是阁有3条题目啦，咱后一集再过来收听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第2集。多谢大家努力。好，安尼咱请来宾小可介绍你家己。你敢无？你袂问伊敢好？敢好？当然嘛好，伤大声啊！我头拄发鹦鹉啊，好来，安尼。当然嘛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拢爆掉了对啊。好，安尼我安尼即个鼓励咧。大家好，我是楚婷。等一下，我听者。好，你继续我搁一摆啊。发声。你是嘛安尼做？安尼会使无？白白，你爱学一个知名主持人发声的方式。哈，我即马还袂学起来呢。那安尼直接开始咯。好，后一个问题。问题谁过了？哦，啊若无咧。就是咱来后一集再会。哦，大家再会。无啦，那会让去互你砍去。砍去。个一个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原因。